根据气象署的资料，跨年迄天的冷空气无预期遐尼强，敢若是有到东北季风的程度。今年台湾的平均温度嘛是历史以来第6热。目前圣婴现象嘛今要结束，照看这圣婴的过当年，天气拢会较烧热，雨水嘛会加较侪。 全球规个红季季，2023年全球平均的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上悬。那台湾2023年年均温是24.26度，是历史上第6温暖。回顾1月至12月，敢若5月平均的温度比平均值较低。那是落雨方面是创下1951年以来第2少的纪录。雨量分布无平均，大部分是黄酸雨季甲风台季所带来雨水。 从11月份以后，降雨是有明显偏少的情形。下半年开始，整个都是持续偏暖的情况。我们预估整个圣婴线事件仍然是会持续影响一直到春季以后才会逐渐的减弱。气象署预测，目前气候也是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一定明年春天开始渐渐减弱，所来温度是较温暖，搁较雨水。 若跨年倒算的时阵，一定伫12月31跨年暝即天，东北季风会阁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明显会转凉，会持续影响到1月初2。最新的资料，它有稍微微幅的修正，可以看到它的温度的趋势大概在15度附近。目前最冷的时间大概落在第一个北部，可能在元旦的时候，或者是2号清晨还是比较偏冷；中南部的话，在2号清晨相对还是比较偏冷偏凉一些。 跨年假期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地渐雨，其他地区是最云。气象署提醒，受到风向的影响，伫各地观赏跨年烟火，会当选择较风头视野会较好。若是东台湾，若是要欣赏第一道日头光，就要看运气；若是分量少，也是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